美食报备啊！工课无用的上班族，常常会选择吃大餐，犒赏家己工课辛劳。但现在疫情期间，不止无法度出游，就连大大小小所有餐厅，全部拢无法度入去。不只好餐饮头家也会叫，就连消费者也有足食袂到美食。但想到这拢是为了防疫，大家拢甘愿忍耐。不过贸易者头壳动了紧，既然人客无法度入来，因就主动出击。设计出各种具有餐厅招牌菜色的防疫便当，一推出就得到真侪上班族美食报马仔推荐。台南就是正统的泰式料理还蛮少的，而且就是云象它的厨房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太极的厨师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味道是特别到底，然后菜色又很丰富，价格又平民。这间位伫咧安平区的云象泰式餐厅，因为拢是聘请泰国主厨，因所料理出来的餐点不止口味正统，菜色又搁多变，所以也未到中昼10点，餐厅门口就有消费者排队等着要出餐。以前来这边用餐过，不管亲戚朋友都有来过，都还不错，蛮道地的泰国料理。因为疫情期间，现在大家都很辛苦。所以他希望用平价的价格，让大家呢都能够尝试到餐厅品质的便当。那我们除了说有3个打抛猪、绿咖喱、椒麻鸡、海南鸡这些比较常见的之外，那也让我们的泰国主厨开发了几个另外不一样的，像烤猪肉啊、烤鸡腿，还有它的卤猪肉，让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的泰国餐点。另外，在东区大中路2段，嘛有一间餐酒馆，因为疫情禁止内容的规定，所以嘛推出防疫便当的服务。经过消费者口耳相传，现在便当的生意嘛愈来愈好。得知他们有在卖便当，是在 FB 看到的。FB 看到，那你看他们菜色觉得怎么样？就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，就来买看看。那你觉得他们以前是这种餐酒馆啊，现在变成在卖便当这样经营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觉得还不错，不然疫情期间可能餐酒馆也没有办法经营，加减就是有一点收入。因为餐饮业禁止内用的时候，尤其是居酒屋跟餐酒馆的话，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，等于收入变零，所以一定要有应变措施。我们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应该是台南前几家推出便当的。对，然后居酒屋便当的居酒屋，然后就是转型以后，我们便当就是一直以来都是99块，然后做大台南地区的免费外送，只要订一个我们就外送。然后刚开始当然是成效不是那么好啦，但是后来就慢慢经营，然后大家口碑也不错，然后偶尔让到目前的为止的话，便当量还有在一定的量。业者发挥卡斯，将餐厅特色菜肴改变成为平价又美味的防疫便当，果然大受欢迎。观众朋友若是有想要推荐的美食，不管是倒一个料理，只要你感觉好食，欢迎伫香猪车三冠王脸书粉丝团，或者是香猪车三冠王 YT 频道，这支影片下骹留言推荐，你就有机会成为后一个美食报马哦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